蔡总统今仔日是到屏东一困头连走5间的宫庙，受到支持者热情的欢迎。针对韩国瑜的批评，蔡英文是来回击讲，韩国瑜讲的话敢有公信力？总统蔡英文落南到屏东拜庙，首先是到潮州的四川三山国王庙。蔡英文拜访各地宫庙，是要顾宗教的选票。 当时屏东当一个立委曾水阳甲苏贞昌陪同，沿路有真个支持者将庙埕呢钱甲扣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捌呛讲蔡英文拜庙时拢无支持者，也不过即马伊用现场画面来做证明。还佫有韩国瑜昨暝伫面册顶面写讲，伊呛蔡英文守护台湾，毋是守护是诈骗。蔡英文先领袖一个，后来有应一句话。 他讲这些有公信力吗？甲韩国瑜伫面册顶面写一大堆比较起来，蔡英文敢若简单应一句话，伊讲的话敢有公信力，拢总甲回转去。针对外界真关心的代志，就是讲到底敢会甲赖清德搭配，什么时阵会确定？蔡英文讲，民进党真团结，会伫适当的时间提出上介好的人选，希望大家莫烦恼。 党内沟通完全无问题。身为屏东查某囝蔡英文嘛讲，今年屏东国庆的宴会，伊一定会来，嘛欢迎大家做伙来看宴会。